势。哈，真紧哦，拜托啦，俺妈该去贵州呢。真的没有，拍谁哦？哦，什么？爸行出去加只細妹，你有回來？是因为哦，他是问我有没有缺人手，想过来打工。你也好爽呀！家5千元嚟上班嘛？我这里又不缺人，有天数去哪里？哎，你的表情很得人惊哎！早知道我就应该雇佣刚那个学生，最起码比你强又比你潇洒。哎，我不像你每天摆个死面，把人给我吓跑了。每次都这样，不等我讲完就跑，没礼貌。阿婆，阿婆，阿婆，做嘛介？我送唔起皮料啦。歹势啊，送摆条板娘去落魄咧。哎哦，有钱没地方使嘞，按贵的皮料我用唔到哦。唔是挑事，爱送东西来啦。我底上爱看我糖糖对吗？我去喊佢出来啦。哎，阿婆等一下啦。用的啦。你送摆没讲过要留哪天数吗？我想要糖糖去台北，你做得留哪天数吗？上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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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班。廿把啲銀行上班，廿把啲銀行上班，廿把啲銀行上班。他的爸爸在银行上班。他的爸爸在银行上班。他的爸爸在银行上班。唔驚，唔驚，唔驚。不怕，不怕，不怕。我唔驚辛苦，我唔驚辛苦，我唔驚辛苦。我不怕辛苦，我不怕辛苦，我不怕辛苦。做事，做事，做事。工作，工作，工作。佢做事當善忙，佢做事當善忙，佢做事當善忙。他工作很努力，他工作很努力，他工作很努力。拜託，拜託，拜託。拜託，拜託，拜託。露台手拜託唔照顧，露台手拜託唔照顧，露台手拜託唔照顧。弟弟就拜託你照顧，弟弟就拜託你照顧，弟弟就拜託你照顧。天數，天數，天數。帮忙，帮忙，帮忙。